今期 Johnny 帶大家嚟到中山御龍山呢個風水寶地啊！咁我而家身處於呢個雅居樂嘅金色果嶺系列。咁呢個小區嘅業主呢，今日呢就打電話俾 Johnny 話要放盤喎。一個600尺嘅兩房單位，只需要2萬蚊首期，而且月供先係1900蚊 ，total 只需要48萬8，非常之順。所以話呢，我飯都唔食啊，衝咗過嚟拍視頻㗎啦咁我呢個御龍山嘅金色果嶺咧，係屬於成個御龍山嘅一個中心位。佢一落街落樓下就係可以坐到呢個直通巴士去到香港㗎啦，去到你九龍啊、尖沙咀、旺角啊呢度非常之方便。票價只需要130蚊，抵到爛啦，係咪啊？咁我哋呢附近嘅配套咧都係非常之齊全啦，因為御龍山咧係有一段嘅一個時間入住率都係非常之高，所以有80%嘅香港街坊都係會揀我哋御龍山作為一個首選嘅樓盤，因為配套齊全，而且旁邊仲有呢個高爾夫球場，距離呢個中山溫泉只需要5分鐘嘅車程嘅而且嘅話前面咧未來仲有一條路嘅，通咗之後去呢個南部嘅三甲醫院咧都係5分鐘嘅車程㗎啦，非常之方便。我哋去到我哋嘅港珠澳大橋30分鐘，去珠海三姆20分鐘都唔使，非常之方便啦。咁你講翻我哋成個御龍山呢個金色果嶺嘅園林啦，其實入到嚟我都係非常之驚訝，因為呢個樓盤已經係從開盤到依家都係有6-7年嘅時間啦。咁佢保養得非常之四正企理嘅非常之乾淨，真係要讚一讚雅居樂嘅物業。不得不講我哋嘅雅居樂物業係成個中山嘅口碑排喺前1、2名㗎非常之有 power。咁我哋望翻我哋園林嘅特色啦，我哋做翻一個人工湖嘅人工湖咧，望落啲水咧都好清，可以望到底嘅咁仲有呢邊有一個泳池啦，因為夏天準備到噶啦咁小區配有個泳池平時游下水都係非常之 OK 嘅咁我哋往前行咧，仲會有一個乒乓球台啦，同埋一個兒童區嘅，圍繞住成個小區仲有一個跑道所以嘅話，我哋業主咧唔想喺出邊跑嘅話咧，可以喺我哋小區做下有氧，跑下步，對你嘅身體可以保駕護航非常之有保障咯。我覺得，因為依家目前咧健康係最重要嘅，所以嘅話咧多做運動，散下步咁我哋講到呢度啦，我哋即刻上去我哋嘅600尺嘅單位去睇一睇啦。如果你哋嘅預算唔高嘅話咧，真係值得推介呢套樓噶。點解呢？因為佢2萬蚊嘅首期就可以攞低啦，而且月供先係1900蚊左右，就可以攞低呢一套600尺嘅兩房單位而且呢套樓呢個景觀其實都 OK 你睇下啦，17樓嘅一個景觀佢係可以望到我哋嘅五桂山嘅山景成個山景全部都可以望到，而且話我哋樓下呢邊呢，就係有一條河噶啦有山有河有水有景嘅。咁我哋呢個御龍山呢個小區呢，咁所有嘅配套都係非常之齊全啦。我哋一落街呢，就係有呢個你睇啦，新鮮超市啦，同埋汽車美容啦，同埋茶餐廳美宜街呢啲全部都有嘅咁而且去到我哋嘅中山中心位呢，其實都係10分鐘嘅路程，因為前面有條路準備要通噶啦。咁而且通咗之後呢，我哋去我哋嘅南部三甲嘅醫院呢，就係5分鐘嘅車程非常之便利嘅。咁去到我哋嘅中山溫泉就喺旁邊5分鐘嘅車程，而且話有街坊中意打高爾夫嘅話呢，旁邊中山溫泉就可以打高爾夫啦，非常之方便咁我哋呢套樓呢，係屬於御龍山金色果嶺嘅，咁呢個位置呢，都係成個御龍山嘅中心位嚟嘅。咁我哋首先睇一睇呢個陽台啦。咁陽台嘅話呢，你係晾衫同埋洗衫個位置嘅放翻個洗衣機。咁樣喺呢邊晾衫其實都 OK 嘅，陽光非常之充足依家係下午嘅時間段陽光都係非常之猛，咁樣咧你曬衫都容易乾啲。OK， 我哋入翻嚟呢套樓啦。咁呢套樓咧講係600尺，但係睇落去咧，其實佢去到800尺左右一個面積嘅，而且業主咧好貼心，重新翻新咗一次，所有嘅家私家電咧都係放咗一個比較新嘅咁我哋咧都配晒空調噶啦，咁1個空調、2個空調、3個空調配齊晒噶啦。咁呢個客廳咧係同餐廳
餐體一體化嘅，餐廳同客廳一體化。咁啊，雷豆廚房呢一邊咧都全部嘅嘢都幫你配齊㗎啦，例如雪櫃同埋呢個廚櫃啦，放嘢啊都係收納性啊都係比較強嘅。咁呢個抽油煙機咧都係用咗牌子嘅美的嘅，咁啊呢個爐灶啊都係美的嘅，所有嘅嘢都配齊晒，唔需要你去擔心話配唔齊，而且呢啲嘢都係好襟用嘅，咁我哋講一講呢套樓嘅唯一一個細嘅缺點啦嚇，咁呢個房間咧，我個人認為咧係比較窄咗啲嘅，但係咧你放個1.5米嘅床其實都夠嘅，咁Johnny建議大家係用做翻個榻米嘅形式。咁呢間房咧，除咗窄之外咧，其他都係優點嚟㗎啦。咁啊長度咧去到4米幾嘅，而且呢邊嘅個窗咧係非常之大嘅落地玻璃窗嚟嘅，通風採光非常之好。呢個就係佢呢個房間嘅優點。咁我哋望一望呢邊，呢邊仲有一個大房啦，就係你住嘅一個大房。呢個房間咧望落咧方數都係比較大嘅，因為咧佢放咗一個1.8米嘅床。比較大，而且嘅話呢邊 set 翻個衣櫃咧係非常之足夠，做翻一個3米嘅衣櫃，做到上頂，咁你放所有嘅衫都好，非常之足夠嘅。而且頭先嗰個房間咧，佢望到嘅景觀咧同陽台嘅景觀係一樣嘅，可以望到山景啦，可以望到河景同埋田園嘅景觀都可以望到。覺得呢套樓咧仲唔係合你嘅眼緣嘅話咧，Johnny咧可以幫你喺御龍山揾一揾所有嘅樓，包括大面積嘅、細面積嘅、未裝修過嘅同埋裝修過嘅都會有，所以你哋有咩要求咧都可以喺評論區度留言或者係 call我。